各位好，我係司徒查證。今日係2019年6月24號。我今日喺 Facebook 咧就喺網友見到一張地震帶嘅相，咁我就都想講一講。咁呢張相就係咁樣嘅。嗱，見唔見到咧？佢係有幾個地區嘅。咁其實我一睇就知道咧，呢張相咧其實係火環帶嘅地震形式嘅，就係呢個。咁咩為之叫火環帶咧？就係即係地球係由好多個板塊組成嘅。咁而火環帶咧就喺板塊與板塊之間咧，啲罅隙佢哋擠壓碰撞咧，就會產生地震或者係火山爆發嘅。咁點解我要講下嗱？呢幾其實呢幾日嘅地震嚟嘅啫喎，幾日就已經有唔同嘅地方有地震。咁當中咧就有日本啦，有大陸啦，有馬來西亞啦，又有係紐西蘭啦。咁嗰個啱啱就係火環帶其中即係經常會地震嘅地方，或者係有火山爆發嘅。咁我點解今日想話特別講呢個火環帶咧？其實成個地球咧，佢本身嗰個構造咧嘅結構咧係環環相扣嘅，就唔係話我淨係地震就地震，火山爆發就火山爆發，或者係冰川融化就冰川融化，或者全球暖化，其實樣樣都有關係。咁我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我又睇到另外係今日嘅時間嚟嘅啫。咁亦都有啲網友咧就講到話咧，墨西哥灣嘅洋流斷裂。咁大家知唔知咩叫洋流咧？其實地球咧佢有兩種天氣嘅，簡單講，大氣嘅天氣同埋海洋嘅天氣。而洋流咧屬於係海洋嘅天氣。我點解咁講咧？洋流係啲乜嘢咧？洋流其實係一個係調節地球本身海洋嘅一種嘅氣候嘅變化嘅自然嘅一種嘅規律。咁多千百萬年嚟咧，係地球能夠可以適合人類居住或者係一個宜居帶咧，海洋嘅氣候係有好大嘅關係。咁你可以咁講，點樣理解咩叫洋流咧？就係等於一部多功能嘅雪櫃，佢點解會有製冷嘅效果咧？就係因為佢本身有雪種，而嗰個雪種咧喺個雪櫃裏邊咧係不斷咁運行嘅，咁啊即係平衡翻個雪櫃裏邊嗰個氣候。其實好簡單講話，一個雪櫃呢個多功能嘅，記住啊，佢有冰格，有製冷嘅功能啦，佢有肉類格、蔬菜格、常溫格，即係話咧佢有唔同嘅氣温喺個雪櫃裏邊產生咗出嚟嘅。咁啊，即係等你可以擺啲唔同嘅食物。好啦，地球個氣候亦都係咁嘅。我哋有南北極，佢係一個製冰工場，即係等於我哋嘅雪種。好啦，而洋流咧就將雪種裏邊嗰個氣候咧係帶入去海洋，然後經過約莫係平均2000年嘅時間咧，係會走勻晒成個地球嘅。因為佢係個海洋底層。就係嗰啲洋流經過嘅地方，即係佢嗰個洋流咧係好少係升到上水面嘅，通常都喺海底咁慢慢流動嘅。但係嗰個係咁多年嚟千百萬年嚟咧，已經係成為一個係自然嘅調節系統啦。但係最近咧，因為全球暖化好多種因素咧，令到嗰個洋流咧已經係冇以前咁容易可以調節到個氣候。咁最近即係呢張相話嗰個洋流斷裂咗，即係話咧佢嗰個恆溫嘅效果咧已經係失衡咗啦。咁嗱，你可以睇翻咧，佢呢度真係斷開咗㗎喎，係最近嘅事嚟嘅啫。好啦，舊年10月咧係咁樣嘅，佢係即係會一個連續性咁樣去嘅，但係最近咧就斷咗。咁呢個係都值得擔憂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咧就話
早幾日我諗係1個禮拜之前咧，就收到即係網上邊嘅資訊咧，就話咧有科學家得到一個好驚人嘅消息嘅，就話咧喺唔知係南極定北極，總之係即係喺冰棺啦，冰棺即係話南極或者北極啦，喺一日裏邊嘅時間24小時，忽然間係唔見咗20億噸嘅冰山。嗰個消息係即係話佢係斷裂咗，跌咗落海，係唔即係融化咗啊！佢話依個咧，即係佢融咧，當然係慢慢融啦。佢即係話喺冰架度跌咗落嚟，係斷咗，係1日之內。呢個係破晒紀錄嘅。以前咧，通常嗰啲冰山佢係會慢慢溶解，但係冇好似今次1日之內20億噸嘅冰山係斷裂咗，跌咗落海。咁即係話咧，等於咧就將嗰個海平面咧升高咗，即係喺嗰個永久凍土層或者係冰山，即係南北極咁，係斷咗之後咧，佢溶咗落去水啊，自然啲水嘅水平線會升高。升高有啲咩唔好處咧？即係有幾個方面啦，會令到嗰個海洋嘅鹽分減少。因為如果係鹽分減少咧，你令到咧嗰個溫室效應咧，即係會加強。好啦，亦都會導致到沿岸嘅低窪地帶咧係會水浸。咁呢個係連鎖反應啦。咁啊好啦，點解又話而家嗰個火山爆發或者係嗰個火環帶會活躍咗咧？就同嗰個氣候都有關係。咁呢個科學家咧都係喺度擔憂緊。因為嗰個氣候會影響到海洋、陸地，即係會令到而家陸地嗰個氣温個温差越嚟越大。好啦，海洋嗰個鹽分減少，因為鹽分係有恆温嘅作用，同埋即係可以嗰個南北極嗰個冰架斷開咗，啲冰溶咗。咪溝淡咗啲海水咯，咁佢咪鹽分降低咯，咁就會影響到嗰個海洋嘅生態啦。咁冰架斷裂或者冰融化咗，會減少啲冰喺南北極嗰度咧，係可以反射啲陽光翻上太空，嗰個作用又減少咗咯。咁自然就令到啲海水溫度升高。好啦，海水溫度升高咧，係第一個首當其衝咧，就係珊瑚。因為珊瑚咧，佢哋如果係溫度過高啦，佢會死亡啊。咁而家係澳洲大堡礁有好多嘅珊瑚都係因為溫度升高而死亡。咁呢個亦都係個好大嘅影響。咁而嗰個我頭先講話啲冰山崩咗。令到個海水個水位上升，亦都令到啲海水嘅重量增加。呢個好簡單，即係原本嗰啲冰山喺陸地上高嘅，或者係喺冰架裏邊黐住嘅，可以一斷裂咗。一方面去溝淡咗啲海水嘅鹽分啦，另一方面去增加咗嗰個水嘅重量，壓落去海床。壓落去海床嗰陣時咧，會令到佢嗰個板塊擠壓，而又令到佢板塊與板塊之間咧有壓力，咁自然咧就會產生嗰個地震或者係火山爆發。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咁而家等大家知道，即係地球某一樣嘢產生問題，佢會連鎖反應。咁我哋而家應該係點做咧？我諗希望大家可以細心去諗諗，就話即係我哋大家都係住喺同一個地球。如果我哋係再唔去面對呢個情況咧，呢個情況會越嚟越加深。我亦都唔想，我真係好唔想。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即係大家諗諗方法，點樣去一啲係嘅短期、中期、長期嘅功夫做法去救一救我哋呢個地球。希望即係唔好等佢個問題越嚟越加深。琴日我睇電視新聞就話越
越南佢哋都好多天然嘅資源，森林就其中一樣嘢。但係好多嗰啲不法商人或者嗰啲即係只貪圖短期利益嗰啲人咧，去非法砍伐啲樹木，係攞嚟圖利啊！咁但係當地居民咧，因為係以嗰啲樹木為生嘅，有啲係橡膠樹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就啲不法商人或者啲賊佬啊，即係啲即係去搶啲森林，去斬啲樹木攞嚟去賣啊！咁令到當地啲村民咧就無以為繼，即係原本佢係靠啲樹木去維生嘅。咁好多都俾佢哋原本而家差唔多係冇咗1/3嘅原始森林。咁當地政府就即係愛理不理啦。咁啲村民為咗要保護自己生計咧，就自己組織咗啲即係巡邏隊去防止啲人去砍伐嘅森林。咁我覺得而家世界各地咧，即係呢個面對嗰個森林減少嗰個情況係越嚟越犀利。好似亞馬遜森林盆地嗰啲都係好多地方都係冇咗啲森林，原始森林。因為咧原始森林就等於我哋。即係如果你將地球睇成一個人類去睇咧，森林就等於我哋嘅肺部。如果我哋個肺葉嗰個空間嗰個面積越嚟越縮小，即係話我哋越嚟越難唞氣啦。你而家斬咗森林，啲樹木就等於我哋係個細肺部咧，係冇咗一橛啊。咁佢咪呼吸咪困難咯？嗰啲係我哋製造氧氣嘅森林，森林係製造氧氣嘅。咁我一路砍伐啲樹木咧。我哋可能咧越嚟越咧就吸唔到氧氣，吸埋啲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係我哋人類呼吸出嚟，或者係啲工業生產而製造啲二氧化碳。點樣先可以將啲二氧化碳均衡翻咧？就希望留翻多啲樹木，製造多啲氧氣，去攞翻個平衡。但係最近咧，亦都一個壞消息，即係呢個。嗱，頭先我講話嗰個冰架斷裂啦，咁即係話之前之後咧，我睇到即係以前係多啲嘅，好啦，咁而家斷裂咧，佢要崩開咗，咁呢個係真係呢個係早幾年嘅，唔係而家仲犀利。好啦，而家仲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呢樣嘢，睇得到嗰個二氧化碳嘅含量係已經超過415，嗰個係對呢個。係好大嘅警號，依個數字係相等於幾時咧？約莫係6500萬年之前，係嗰個點解要定咗呢個時間咧？依個係對上一次嘅冰河時期，地球嘅冰河時期。咁冰河時期嗰陣時咧，點樣導致依樣嘢？就係因為地球嘅氣候失衡。嗰陣時有記錄，即係人哋可以揾到啲冰嘅柱。係記低當其時嗰個二氧化碳含量啦，就係揾到6500萬年之前嗰個二氧化碳含量咧，同而家差唔多。咁即係咪一個警號就話，而家嘅二氧化碳含量係相等於6500萬年之前嘅二氧化碳含量？咁人類我相信，即係大家要知道一個警號響咗啦已經。我哋應該要點樣咧？繼續等佢繼續。個二氧化碳含量繼續咁濃度落去咧，定話我哋真係要做啲嘢咧？咁希望大家都即係諗一諗，因為我哋大家係同一個地球村住啊嘛，唔係因為我哋係中國人或者我哋係外國人或者係印度人、日本人、非洲人，我哋一家人喺個地球裏邊，希望大家可以想想去挽救翻呢個地球嘅氣候，我哋真係要愛呢個地球。大家要諗諗方法，點樣去做，好冇？咁我喺度嘅即係講出我而家呢幾日諗到嘅嘢咧，同大家分享。咁好啦，拜拜。